喺今集開始之前，希望各位觀看呢條片嘅朋友或者網友，你哋可以用1至2秒嘅時間嚟到訂閱我哋嘅頻道，作為對我哋嘅支持，等我哋做得更加好。阿媽廚房，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個湯水就係人參果煲乳鴿加豬展骨湯，淨係呢3樣啫，就唔好落咁多啦。點解要煲乳鴿啊？通常啲人都係中意食燒乳鴿啦，或者滷水乳鴿。乳鴿都有人愛嚟煲湯嘅，佢有咩作用啊？因為佢有滋陰同埋補肝腎嘅作用，仲有增加你嘅記憶力。因為佢有補腦個作用啊，係話淨係後生仔先要補腦噶喎，小朋友或者老年人都要補腦噶嘛。老年人個記憶力會日漸衰退啊，所以耐唔中煲啲乳鴿湯飲下嚟到幫補下都好嘅。乳鴿除咗有滋陰，仲可以有益氣同埋養血喎。烏雞白鳳丸，烏雞大家都知道係咩啦？原來白鳳就係指乳鴿啦，係咪好有滋補嘅作用啦？好多人都驚話乳鴿有膽固醇，你唔係成日煲啊嘛，你有好多湯水噶嘛，隔開嚟煲嘅，點會驚話有好重嘅膽固醇呢？烏雞白鳳丸裏邊嘅白鳳呢，就係講緊鴿子，藥用價值係好高嘅。鴿肉裏邊含鈣、鐵、銅同埋維他命 A、B、E 個含量呢係高嘅，脂肪就含量就係得0.73%，就低嘅，所以佢就係名貴得嚟，又係高級嘅滋補營養品啦。民間有一句就係寧吃天上飛1兩，唔食地上走半斤。點解咁講呢？因為喺以前飛禽就好難捉噶嘛，又好難養噶喎，所以代人就成日認為天上飛嘅呢，比地上走嗰啲更加有靈性，食起嚟更加可以補啊。本港有好多樣化嘅生態環境，但都市嘅發展就令到大部分哺乳類嘅動物棲息不斷減少或者受到破壞。為咗保護本港嘅野生動物同埋佢哋嘅棲息地呢，政府喺1976年就頒布同埋實施咗野生動物保護條例。香港法例嘅170章，所有喺野生動物保護條例附表2列明嘅受保護野生動物，任何人就唔可以打獵、故意干擾、售賣、出口或者係管有受保護嘅本地野生動物。如果干犯法例，一經定罪，最高可以罰款10萬蚊或者係入獄1年嘅。所以如果見到喺街上邊或者係住嘅地方附近有好多嗰啲野鴿同埋斑鳩喺度飛嚟飛去，或者佢又會揀啲地方嚟到生蛋啊。如果你見到你窗前有一竇着 BB， 你千祈唔好騷擾佢。如果你摸嗰啲蛋，媽媽翻嚟佢會唔要嗰隻蛋㗎，好怪㗎。所以你千祈唔好摸佢，由得佢啲雀仔大咗之後，佢哋自然會飛走噶啦。講到人參果啦，呢排市場上就多咗人參果見到啦，有啲係好大個下嘅，嗰啲以磅計啊。但係我今次呢個咁細個下就係一劈劈賣嘅，都幾平噶。呢個時候咧，我哋煲下湯都好喎，因為人參果本身好潤啊，煲出嚟嗰啲湯水令到喉嚨好舒服，加上呢段嘅時候飲啲潤喉嘅湯水就最好啦。但係佢潤得嚟帶少少寒嘅，所以我就加塊果皮啦。咁有人話你人參果係要去皮嘅話，去咗入邊嘅參黃，係驚佢有農藥啊，同埋有細菌喺表皮嗰度。所以如果你話煲湯嘅，我哋當然會洗乾淨，同埋我哋咧煲咁耐啊，乜菌都冇啦。咁我哋而家開始煲湯嘅程序。如果你喺超市裏邊見到乳鴿，對於嗰啲唔係成日